永基，你是怎么了？不高兴吗？我没法高兴。五哥，你越来越少到后宫了，我都见不到你了。五哥是有差事在身，这不，忙完了就来接你下学了吗？以前都是林侍卫接我下学。你这小孩子也学会唉声叹气了。五哥，宫里人都说我娘与林侍卫有私，可皇阿玛为什么还让林侍卫在额娘宫里做太监？宫里的荤话多，永基，你不该听这些话。五哥相信这些话吗？五哥从来都不信，皇娘不是这样子的人。五哥，那你常来陪我玩。好。真是有劳秦公公了，还亲自送月银过来。本应该是小的们去内务府取的。嗨，这不听说容佩姑姑身子不爽吗？我来一趟也没什么的。再者说啊，皇上最近常来翊坤宫，这不怕晚了你们的月银，万一短点什么东西呢？您瞧瞧，还是秦公公想得周到啊！哎呦，这不是林大人吗？哦，不对，小玲子公公，好久不见呐！秦公公，我还以为这半路做太监的有什么不同呢？哎，这没什么不一样啊，都是一副奴才相啊！嘿嘿，这花儿够新鲜的呀！啊，刚去御花园采的？哟，秦公公，今儿个奴才腿乏，让小玲子替我跑趟腿，采了一些宫里供的花。哦，好差事，好差事。看来小玲子在翊坤宫混的是顺风顺水呀！哎，你瞧人那面色，跟花儿似的。嘿嘿嘿。小玲子，这花儿都采回来了，还不赶紧交给荣姑姑？是。秦公公，哎呦，晋中公公，晋中公公，怎么着，小玲子，见着本公公来了，转身就走啊？晋中公公，皇上是有什么吩咐吗？秦公公，刚刚是聊什么呢？嗨，没聊什么。我们这说呀，这小玲子自打进了翊坤宫，瞧这春风得意劲儿的。嗨，这不进了翊坤宫吗？见了想见的人，心里头舒坦了，可不春风得意吗？小玲子愚笨，不知道晋中公公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咱们能有什么意思？不过是替皇上叮嘱你，好好伺候皇后娘娘，把皇后娘娘伺候舒坦。这话要是皇上的意思，那就麻烦晋中公公移步到翊坤宫，当着皇后娘娘的面儿，一并传了皇上口谕。这要是您自己的意思，晋中公公，您是御前伺候的人，这宫里的规矩您都清楚，假传皇上口谕，这个罪可不小啊。你这嘴巴倒是厉害。娘娘，凌云彻托奴婢，让奴婢不要安排他进内殿做事。凌云彻这样守着距离，实在是护着娘娘呢。他的心思本宫明白。容佩啊，你说这件事到这儿算完了吗？他都成了，他都这样了，还不算完吗？皇上深信独断，本宫真的不知道。
拿这些杭白菊，加上白芷、辛夷、苦荞麦皮，给他做个枕头吧。是，林侍卫受了这么大的屈辱，是太伤身子了。娘娘放心，一针一线，奴婢都会亲自去做。慢点，主，快！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？出去给主倒杯水啊！哎呀，按理说应该顺顺当当的，这都生产过好几次了呀。本宫一想到凌云彻在皇后身边，就更恶心的紧。只要他能走出翊坤宫，本宫心里还会好受些。主儿，你还是在意他的。本宫这辈子能在意的人不多了。来，主儿。这便日火是好。少时见了女家爹爹，怕他什么？皇上，今天点这出墙头马上，哪是跟您看戏呀？是叫小林子跟着看你们俩演戏。皇后啊，有件事情，朕得告诉你。你宫中有人手脚不大干净，得仔细查查。皇上指的是谁呀？凌云彻在翊坤宫盗走朕的一件至宝。军中啊，奴才在。即刻起，送小林子去打扫处打扫，做最低等的洒扫太监。这么镇定啊？不向朕求情啊？臣妾求情有用吗？皇上用这个法子调走凌云彻，是觉得这场戏演得无趣了吗？你以为朕很喜欢看这场戏吗？朕是看你这几日快憋死了。朕这么做是好意。臣妾多谢皇上的好意。嗯。
别杵着了，干活吧。哼。娘娘，刚喂好的栗子薯蓉羹，您尝尝。没胃口。娘娘，这些日子，内务府拨了不少宫里的人走，说是伺候娘娘不周，却又不说什么时候再拨人来。内务府不敢这么做，多半是皇上的意思。你由着他去吧。娘娘，于妃来了。姐姐，永琪和福晋带了一些府里制的点心，倒比宫中新奇一些，又不那么甜，便拿来和姐姐尝一尝。永琪有心了，吃不下，先搁着吧。姐姐，我听说凌云彻被调走了。是啊，皇上寻了个台阶把他调走了，却又给他安了个偷盗的罪名。我担心的是，皇上心底这疑云不散，这件事儿不会真的过去。那姐姐如何打算？如今皇上要看着他为奴受苦才能泄愤，能有什么打算？等过个1年半载，给他找一个偏远的行宫，离了皇上的视线，也算是能保住他一条性命吧。若真能这样，便好了。是啊，姐姐。御花园扫完了吗？扫完了。那把这儿再扫一下，然后去慈宁宫花园扫一下。爷，是不是该吃饭了呀？扫完了再吃，扫完了再吃。这个枕头我做了有些日子了，一直也没机会带给你。一针一线都是我的针脚，再没破绽的。多谢姑姑惦记。这个天儿接连阴雨，容易受寒，还请皇后娘娘多注意身体。谢你的心意。这菊花枕是我做的，可里面的杭白菊是皇后娘娘亲自挑的。知道你在这受苦，难免心火旺。
奴才受的是劳力之苦，皇后娘娘心里苦。我走了之后，皇上对皇后娘娘可好一些。面子上过得去。都是奴才的罪过。皇后娘娘从未这样想。奴才告辞。多谢姑姑。这天怎么说热就热了呢？过些日子咱们就要去圆明园避暑了，到时候可以多住一阵子。奴才见过贝勒爷。管好你的眼睛，一眼都不要多看，皇娘和你才能平安。奴才明白了。你现在活着已是侥幸，不知哪天刀子又伸了过来。贝勒爷所言极是。我虽同情你，但也帮不上你。奴才多谢贝勒爷。太后用寿宫来报信，说是令妃平安生下了16阿哥，皇上赐名永全。令妃挺能生的，照规矩赏她。是。照旧，16阿哥送去寿康宫，由太妃抚养。令妃得宠，皇上未必肯呢。15阿哥不都留下来了吗？15阿哥留在永寿宫，是令妃侥幸。16阿哥还是按前头的规矩来，不然令妃也太得意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令妃接连生育，远胜纯惠皇贵妃当年。你这皇后膝下唯有一子，未免太寂寞了些。儿臣陪着皇额娘抄经积福，不寂寞。皇后做到你这个份儿上，也真是可怜。不过，自古哪个皇后不是熬着的？也只有孝贤皇后有福走得早，让皇帝惦记了那么些年。是啊，生与死，倒不知哪一个才算是福气了。暂且忍忍吧。皇帝这脾气，油盐不进。皇额娘，既然令妃生了16阿哥，过几日又是腊八，儿臣想在宫里给底下人分些腊八粥，以示恩典。宫外的州长也做些布施，施福于民间。历来宫里也有分腊八粥的，只是太下贱的奴才们，
受排挤拿不到罢了。既然要做，要不惜物力，让宫里人人都得恩典。儿臣明白。主儿，16阿哥已经被抱去寿康宫了，您别难过。永言可以留下来，永泉为什么不可以？本宫以为皇后失宠至此，本宫生下的孩子们总能留在自己身边吧。可没想到，还是不行。再怎么失宠，她终究还是皇后。是本宫日子过得太得意了，忘了皇后还能掣肘本宫，就算她不能，还能挑唆太后。不成，本宫得要回自己的孩子。主儿，您别急，迟早都会回到您身边的。皇上圣恩，今儿个是腊八节，今年的腊八粥啊，用的可都是好料啊，不比各宫的主呢喝的逊色，便宜咱们这些奴才了。谢皇上恩典。骑马去了？和弟兄们打猎去了，猎了一只红狐，留着给你做护手。这福晋和侧福晋都没有，就留给妾身，是不是太偏心了？你最贴心呀。这大冬天的出一身汗，水已经备好了，快洗洗歇吧。贴心。这水怎么是？自从上回木兰围场回来以后，你这腿上的病都发作多少次了？不能再洗冷水了。不要紧的，我从小洗冷水习惯了，热水不舒服，还是换冷的吧。你说你老是这么不当回事儿，妾身得多伤心啊！怎么了？又疼了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叫姜太医来请脉看看吧。没关系，我没事儿，别担心我。云脚能活到现在，都是因为贝勒爷。对不住贝勒爷，没能照顾好您。云脚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些年你服侍我服侍的最好，只是你一直没有一个孩子，总是遗憾。我总在想，若是我们能有个孩子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是啊，若是有个孩子，便再好不过了。怎么了？这些年，总见你有时候不大舒服。没事儿，妇人之症，不值得贝勒爷过问。妾身给您换水去了。
上对五阿哥真是越来越重视了，前不久还封了荣郡王。皇上是器重五阿哥，不过咱们已经留着一个云脚了，倒也不怕。不过主儿，您可想好，五阿哥万一有事儿，皇后还有一个亲生的12阿哥呢。若真没人选的时候，皇上会先考虑12阿哥的。本宫对付一个五阿哥已经费尽心思，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付12阿哥。本宫自问啊，没这个本事。母以子贵，子以母贵。皇后倒了，12阿哥自然成不了太子。最好啊，还是这个亲生儿子置他额娘于死地，才能泄了本宫这心头之恨呢。令主儿，咱们已经拖了凌云彻下水，却没能将皇后拖至死地。万一哪日皇上对皇后有所缓和，皇后缓过劲儿来反噬，您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不说，您与几位阿哥公主的平安也是难保啊。你想说什么？若凌云彻已然成为皇上对皇后最大的心结，不如我们用他再推一把皇上，让皇后彻底失去皇上的怜惜。你什么意思？凌云彻留不得。凌云彻不能就这么死了。奴才只是这么一说，您舍不得就算了。本宫没什么舍不得的。本宫是说，如果他必须死，就要死的对咱们更有利一些。奴才就是这个意思。时候不早了，奴才先回去了。哎，春蝉呢？怎么没见她在宫里头伺候？春蝉姑母死了，本宫放她出去料理后事了。奴才先行告退。主儿，回来了。奴婢给主请安。起来吧。后事都料理完了，你别伤心了，人都走了。奴婢回去后才知道，原来姑姑是贪食了有毒的野蕈才会死的。这京城已入冬，哪里来的这些东西？此野蕈是南越来的货色，味道极鲜，却不宜多食。但姑姑贪嘴多食了些，结果眼见迷幻之象，不慎跌入湖中，淹死了。真是无奇不有啊！这东西害死人，那卖蕈菇的可下大狱了。那当然了，他还敢喊冤，说自己并不知道野蕈有毒，卖这种害人的东西，连人带货都进了大牢了。这样，春蝉，你再去一趟，就说要留下害死你姑母的物证。快去。是。12阿哥，您多吃点，用完了午膳，您还得写一个时辰的字，奴才才能送您回宫。哦，我记得额娘这时候常去花园赏花，不如咱们拐个弯去。我想见见额娘，陪她赏会儿花。奴才知道您牵挂皇后娘娘，说来都怪那小林子，要不是他犯事，皇后娘娘怎么会被牵连，害得您母子不能团聚。别提小林子，我不喜欢他。是，奴才知罪了。奴才听说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，还有人说皇后娘娘和小林子私下……你胡说！我才不相信！你也不许胡说！是，奴才多嘴了，奴才知罪，奴才知罪。
12阿哥，今儿的菜还合您的口味吗？哎，您多吃这个，这个香熏肉片是特意为您准备的，鲜甜可口，是您喜欢的口味。怎么样？是不错吧？这个季节呀，要得些香熏可不易，都是南边来的稀罕物，虽是干货，发开了炒菜一样的美味。您多吃2口。先再来点儿。这几天风沙大，御花园里又多了些落叶，这门擦完了，赶紧去打扫干净，免得脏了主子们的鞋底儿。是。啊，对了，那几株梅树底下得格外干净，这梅花将开，主子们要来赏梅的，干吧。从前都是别人折了娘娘喜欢的梅花送到宫里去。自打去年立冬，娘娘倒喜欢自己到这御花园里面折梅花送至寝宫。出来走走，心里也舒服些。娘娘最喜梅花，出来赏梅散心也好，总比闷在宫里强。是啊。与其为屋檐浊雨所烦扰，不如与天地间清气相伴。不是有句话说“梅为天下春”吗？娘娘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前头就到御花园门口了，这个时候皇后娘娘必定在了。我自己去找额娘。你在门口守着，等我出来。不过12阿哥，听说小林子受到责罚后，在御花园里打扫。你怎么又提他？不是说了不喜欢再听见他了吗？是，奴才是说，万一遇到小林子或者听到什么闲话，你也不要理会他。知道了。娘娘小心脚下。看着这梅花一年一年的开，日子过得可真快啊！凌云彻，凌云彻。奴才只是希望娘娘将来的日子可以平安顺遂。你我都要平安才好。是。
都是奴才为皇后娘娘折梅花，折枝庆功。今天，能否让奴才再为您折一枝梅花相送？好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奴才听说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，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。奴才听说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，那些流言传得越来越不堪入耳了。奴才听说那些。皇上，您别跑了，十二阿哥仿佛受到惊吓，眼睛都直了。奴才请皇上啊，请令妃啊。小栗子，你是跟着十二阿哥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奴才也不知道。十二阿哥本来要去御花园摘枣梅，谁知才进去就吓得大叫起来，说皇后娘娘和小林子抱在一起，然后就发了狂似的跑。放肆！胡说什么呢？奴才不敢。如琪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不会的，十二阿哥，你可要想清楚再说呀。额娘，小林子不会的。皇上，要不要传皇后娘娘问个清楚？